英国人讲英语，甲英语写起来叫做英文；日本人讲日语，日语写起来叫做日文。所以汉人讲汉语，汉语写起来叫做汉文，因专用的字叫做汉字。这个影片由2021整为水台语汉诗吟唱赛活动赞助着。影片上尾我来介绍这个活动，第一名奖学金20万块。若想要了解这个比赛内容，也是安怎报名，咱影片就爱甲看到头尾哦。崩了！哦。这2档我伫面册内奖也拢写台语文，我的台语文有用到汉字，就有一个烦恼走来，安尼要甲我抢啊！汉人就是中国人，汉字就是中文字。你若讲你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安尼你就莫写中文字。好，那正经讲汉字就是中文字，安尼咱来请教一下。去年咱规台湾国校学生上视行的网页《鬼灭之刃》内底有一部作叫做《随之呼吸11之行》。请问这字汉字伊的中文安怎念？念袂出来。若有人甲你讲伊会晓念，迄嘛是乌白道的。因为这字你伫任何中文字典拢查袂到，因为这字是日本人家己发明的和制汉字。你即摆看到荧幕悬顶走过的这规大堆，拢是和制汉字。和制汉字是汉字，毋过毋是中文字，是日文字。就准日本人拢莫写因家己发明的汉字，规句斗起来的意思嘛，定定会互咱看无。譬如讲即句“犹等一秒，怪我一生”，你看起来意思哪像是咧讲我是一台加油站的碰扑，我犹甲你等1秒钟尔，你就要甲我怨叹一世人。毋过事实上，日文即句的意思是1秒钟无细字，着伤就是一世人。所以即句是用汉字写的日文。毋是中文，嘛毋是台文。虽然写的是汉字，毋过敢若在地人看有，别位的汉字使用者拢看无。这款现象毋是敢若日本有尔，规个东亚拢总有。譬如讲，即句越南话，若我来念，我会念做“翠绿生越南”，毋过正确的发音是“tôi nói tiếng Việt Nam”，意思是我讲越南话。即句广东话我根本就念袂出来。发音是安尼，意思讲规口罩拢互伊拍死。过来即句，若咱台湾话甲念出来是恁老就忘斗了吧？毋过北京话正确的发音是你老就甭斗了吧？意思是先生你莫甲讲耍笑啊啦。过来即句是1000当前古早韩国人所写的歌词，若我来念，我会念做菊乌衣树是良罗。毋过正确的发音是卡拉里内希啦，意思讲哦，我哪会变四支卡？上尾即句是咱台湾话，毋是阿华我家己发明的。较早中华民国也未来甲咱台语台文占伫涂骹白，台湾在地有捌字的读册人要顾汉字写台语，因倒是写安尼。我知影恁会晓讲台语，即句所看无，心内有怨气，因为恁甲3当前的我共款拢是。台语的青眉牛会晓中文，却毋捌台湾字。即句逐字照音念出来，你就知意义。因搁伫遐伫讲代志，这号做在来汉字，有人叫伊台湾汉字，也是歌册汉字。这才是汉字的真相。汉字毋是中文字，是规个东亚为日本到越南，济语言共家用的书写系统。就亲像欧洲大部分语言拢用 ABCD 拉丁字母咧写，共意思。哎呀，我你记少咧，毋对啦！我听人讲古早李白杜甫咧写东西拢用台语咧写呢，写出来大家拢嘛看有，连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拢会晓读呢。吼，因嘛会晓读哦，因阁会晓写咧。李白杜甫讲台语是荷兰的，毋过较受影。古早规个东亚为日本到越南，汉字写出来，毋是干那我拄则介绍的迄寡，大家互相看无的，嘛有迄寡大家互相拢看有的。我来互阮兜毋捌华语嘛毋捌台语的日本人来看偌好的即首诗，看伊看有还是看无？これちょっと見ててくれる？なんかちょっと悲しい感じの歌？悲しい感じ？うん。で、なんか私の、多分作者の心情が、なんかちょっと虚し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みたいな。で、なんか多分ここは漢字の雰囲気からして、ちょっと落ち込んでる、悲しい感じなのかな。譬如讲这条诗，
你抱抱我看有对无？这是1000当前的越南人写的。过来这篇是即马韩国人出名观光景点济州岛500当前头一摆有人去遐佚佗，搁写游记，你嘛大开啊看有对无？上尾咱来看到这是1300当前日本人的诗集，现任天皇的年号令和就是为遮出来，你嘛留我看有对无？好啦好啦，阿华我就甲你讲啊嘛，较早日本、韩国、越南拢嘛写中文。读中华民国册大汉的台湾人已经惯死用中文咧看世界，第一反应就是因会晓写中文。毋过咱来想一个问题哦，拄则迄寡物件，你若叫作者本人来甲念出来，中国人敢听有？令和天皇迄句念出来是：時に初春の霊月、等しく風なぐ。济州风土录念出来是： 제주 풍토록 이 고을의 풍토는 유멸한 한 구역이다. 越南的古早歌诗念出来是： Nam Quốc Sơn Hà Nam Đế Cư, tiệp nhiên định phận tại thiên thư, như hà nghịch lỗ lai xâm phạm, nhữ đẳng hành khan thủ bại hư. 虽然古早人的口音咱无法度复原，你拄则听到的是现代日语、现代韩语、现代越南语咧念，毋过我也是真有信心安尼来甲你讲。就准咱即马关录音去找着原作者来念，互李白杜甫听。李白杜甫嘛百面听无因咧念啥啦。啊那安尼，即个原作者念出来，中国人所听无的物件，你要讲的是中文，敢妥当？当然嘛无妥当。所以即款物件有因家己一个专用的名，叫做汉文。古早咱台湾有汉蚵仔，内底汉蚵仔先咧教的，就是即个物件。汉文毋是汉语直接写落来，是大家拢安尼写字，毋过无人安尼咧讲话一个，干那活伫纸面的语言。汉文本身毋是任何人的母语，咱镜头若甲拄较活咧来看，汉文甲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嘛真青分，无比日本人、韩国人较亲。你若甲北京人、上海人、香港人三个囥做伙，因互相讲话会听无。毋过，夜笔写汉文就互相看有，啊！若叫因大家甲写的汉文拢念出来，哦，又搁互相听无啊！即款情形，甲你甲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三个人囥做伙的情形是完全共款。汉文甲中国人无特别亲，汉文毋是专属于中文的一部分。汉文其实是古早东亚的语制高速公路。台北、台中、高雄互相来往，爱经过高速公路，就亲像古早日本、北京、越南互相交通，爱写汉文。新竹人、彰化人、台南人拢会用咧上高速，毋过无人住伫高速公路关顶咧困，就亲像台湾人、韩国人、香港人拢会晓写汉文，毋过生活中无人用汉文咧讲话。高速公路甲逐个县市拢有相通。毋过，高速公路毋是专属于任何县市的一部分，就亲像日、韩、台、越、中拢有咧写汉文。毋过，日文、韩文、台文、中文、越南文，任何一边拢袂用。你讲汉文是因专属的一部分，所以咱会用你讲汉文是一个台语用你取用的资源。毋过，咱袂用你讲古汉文、古汉语，就是台语，因为汉文根本无一个标准的发音。日本话、北京话毋是标准，台语当然嘛毋是。若甲古早到今所有写过汉文的人拢囥做伙，即阵人喙讲的话算算咧，若无上千种，应该嘛有几落百种互相听无的语言。这就是为何规个东亚你找无一个语言有法度念甲所有的汉诗拢总押韵。因为汉诗根本就是一阵无共时间、无共地头的作者，用千百个无共语言去发音去写出来。毋过，确实台语来念汉文汉诗，押韵是比北京话加足济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休海。天上来甲不休海，台语念有押韵，北京话念就无。君不见高堂明镜悲别发。调如青丝无成说，悲别法甲无成说，台语念有押韵，北京话念就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后来。平庸载游请为乐，会书一饮三百败。
番后来甲300摆台语念有押韵，北京话念都无。上尾阁甲大家整理一摆咱今仔日的重点。汉字是东亚国语言为日本到越南拢公家用的书写系统，会用你摕来写一寡外围人看无的物件。汉文嘛是用汉字写的，为日本到越南，大家拢看有嘛拢会晓写，毋过若叫作者甲念出来，你就听拢无。汉文是古早东亚的语制高速公路，汉文毋是专属于中文的一部分。以上多谢咱各位观众朋友来收看，咱后摆阁再会。一个好消息报大家知，为着要鼓励咱的学生囡仔使用本土语言，义美文教基金会主办2021唱为水台语汉诗吟唱比赛，报名时间为即马开始到7月30为止。只要是咱国内高中、高职也是5专的学生啊，1年至3年拢会用你来报名。第1名奖学金20万块哦！若是对台语汉诗的吟唱有信心，也是对比赛的奖学金有兴趣，千万唔通错过这条好康的哦！莫讲啊，我无甲你斗报这个好消息，详细内容会用你上活动的网站来去查询。